唔知影民众敢有听过 tricking？tricking 是一种极限运动哦，伊的动作有结合跆拳道踢脚的技术，也佮有亲像体操伫咧空中爬练斗等等。伫咧台湾 tricking 虽然还阁无讲真实行，也毋过有真侪兴这项运动的少年家真拼死在推广。台记台青春的内幕，小等下7点半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 tricking 这项新式佮袂同的运动。起跳不能往内捞，对，然后脚先对，再翻多一点，右脚踩进去再翻多一点，不行，不行，那重心越来越后面，然后记得起跳不要蹲。在学校的运动场所，一名学生打完成热身。今仔日的运动教练真特别，伊是有千万人订阅的 YouTuber 吴奇燕，伊要来指导学生各种学饼、学爬练斗的技巧。上课上到拍影片的部分，在学生是拢欢喜甲，气氛真热，嘛充满期待。因为我本身在做自媒体，对，所以我也希望透过网络影音的这个舞台，然后让他们去可以发挥，不管是 tricking 还是极限武术都可以。再多了，肩膀再多了。tricking 是结合武术踢脚、体操爬练。甲分数拗弯的极限运动，透过自由转换爬练斗的技巧，会当加入去真侪种动态表演内底，亲像街舞甲跆拳道的自由拼射 ，tricking 会当互表演更加精彩，甚至伫咧戏剧的特技动作的场面，嘛会当发挥伊独有的特色。对，因为 tricking 有这侪华丽的动作，美国队长啊，对啊，漫威的电影啊，其实。有淡薄爱特技动作，拢是有加入 tricking。表演者一个一个出场，展现真出球爬练斗的技巧，街舞溜达的动作，甲显目的特技，规场的表演，才会大卡的囡仔兄囡仔姐是看甲伫看休。这场用心规划推广活动是受到真大的肯定。希望他们走向表演，走向专业，走向可以一起推广，让别人看见的表演的形式也好，或者跟我当从业一模一样，也从事我这个行业。挑战极限，在空中爬练斗，结合力头甲优美的动作，就亲像空中的艺术。网络的流量甲大卡观众的扑克声，是这阵 tricker 因拍拼的动力。因大力跳起来，在空中水开灯射，追求因无限的梦想。记者吴德庆、叶家军台北报道。